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唔知你敢有注意到，咱台语讲面有包括有形的，咱讲是面皮；啊，若无形的，咱讲是面子。另外，这一字唔知咱到底用伫倒位？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练，读乐燕练第二条。台语字典解说练的意思，本地是脆皮肉。买当比如做面子加体面，咱讲是脸面；若是无面子，咱讲是湿脸面，买当讲是湿体面。另外这一字也有另外一个音，读做脸，像脸面，就有人读做脸面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咱头前讲到的脸面，简单来讲就是面子。第二个词读做落脸，意思就是无面子、湿面子、下面子、下水，也有落擦，买当讲是湿气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甲这件代志办甲足水气，替大家顾到脸面，嘛完全无互团队落脸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脸，另外一个音读做脸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